大家若去日月潭嘛，加减拢会消费，但是若是当着强迫推销咧，就受董事长林生讲啊，这个坐船的甲这个地庄啊，可能联合来甲骗。伫咧船顶啊，成分互你拍一个卡，请恁到店家内底来消费。所以啊，伊若开几啊千块去买几啊罐的醋，你敢知影一罐醋会当卖1-2千块？后来才发现根本都无效嘛。但是呢，消保官也讲啊，你已经伫咧店内底付钱啊，这是你愿意付的，所以并无违法。但是你若是讲到较咸的效果，你就可能会当来进行联合调查。来南投日月潭，无论是去伊达小码头坐船观光，也是到旧街食美食，若个假日人拢是A A定定。到商店街，阁有袂少店员徛伫咧门口，手提试啉的，咧互人客啉看卖。这款招人客行为伫咧当地是袂少，不过民众夜了到日月潭旅游，逢强迫推销买几啊千块的鸡醋。抓住你的手，然后就硬要你买几块这样子。夜了林先生讲，伊甲朋友到日月潭坐船，过程中船的业者会分犹太港，推荐因到旧街地行，讲是在地出名的店，引导因消费。结果一群人起来了后，到店家逢强迫推销，开1-2千块买几啊罐鸡子醋。不过到处理才发现，商品的标示甲店员介绍的根本就无同款。会说一些这些果醋啊，都会有一些那种疗效啊，检查一下，发现那个果醋它基本上都是那种添加果汁，还有那种醋的那种调和的醋，我是觉得有点偏过分了啦。记者实际到现场查证，问店名敢是林先生讲的这间，原本业者点头讲对，不过表明记者身份了后，佫改讲家己是北京店。没有啊，我们没有推销，我们是姜太公钓鱼啊，用水上钩的。啊，那这间店伫咧网络顶的评价，会使讲拢是一粒星。嘛有人讲这间店卖比别人佫较贵，嘛有人批评甲鸡子醋的功效讲甲好绿绿，介绍欧白化。卖一个月100，买家如果认为说这个价格买得太贵，或者是说，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值得，完全要否认契约效力，大概会比较有点困难。消保官讲，业者这款的行销方式虽然无违法，不过嘛强调，若介绍商品的时有讲到治疗的功效，含果佫无实在，就有违反药事法的嫌疑，会做联合稽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